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赏赐阿成的主日，互咱会当来敬拜伊。伫要开始之前，咱先安静心来祈祷，求上帝灵即时甲咱三角伫地，互咱一个安静的心来领受祈祷的祝福。上帝，阮感谢你，愿你的圣神伫遮甲阮三角伫地，保守阮，不管是伫实体的礼拜，也是伫线顶的礼拜，愿拢用同款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主，愿你的灵不时甲阮三角同在，不管阮伫什么所在，阮的心拢甲主结连。主，愿你搁较大的稳定，较大的疼叹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特别伫这个疫情的环境内面，阮搁较敬虔来追求上帝你的旨意。主啊，帮助阮，互阮今仔日早祷的时间甲敬拜时间，完全互主你来掌管。阮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伫你的手，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你欢喜的祭，咱将欢喜的祭用咱的声音献做祭，献落咱的主。常常来听候咱的主，也常常伫咱的内面甲主来认罪。咱嘛同时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咱来看这圣经节，阮的心，阮的心神啊，阮的心神平素听候耶和华，伊是做我的帮站，做我的盾牌。心要倚靠伊来欢喜，因为阮平素倚靠伊的圣名。耶和华，愿你的慈爱临到阮。照愿所仰望你的，这个经节实在真好。咱的心爱听候耶和华，向伊来祈祷。咱这个时阵先为咱家己来祈祷，互主的灵来帮助咱。咱有软弱的，咱有需要的，拢来甲主讨。咱做伙来祈祷。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你祈祷，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生命的来源。愿将阮家己仰望你手，伫阮每一个日子内面。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愿你的灵伫这个时阵，甲阮三角伫地，帮助阮，你的慈爱临到阮每一个人。感谢你！继续，咱要来呼求咱的主，学了咱的主的名。咱的主是什么款的主？伫下面这张来的 PPT 下面这张。学了咱的主的祈祷，咱的主是啥物主？咱常常袂记哩，咱的主是啥物款的主？咱来看下面，我整理的一点点啊，实在是不及上帝的名的。咱上帝的名是非常宝贵，则讲伊是听咱祈祷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是医治的上帝，是患难中的上帝，是看顾咱的上帝，是丰盛的。是咱的牧者，是咱大能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是早伫地、永远伫地、掌管一切的上帝。阿门，阿门。所以邀请咱大家用这
学了上帝话来向咱的上帝祈祷。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你是主啊上帝，你是伫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主，你阁是怜悯人的上帝，你是安慰人的上帝，你是无时无刻看顾阮的上帝，你是丰盛的上帝，是阮的牧者，是引带阮的牧者，是引带阮伫疫情当中平安的牧者。主啊，你是大能的上帝，你是无所不在。你是早伫地、永远伫地、掌管一切的上帝，愿将阮每一人的祈祷放伫你的面前，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互我听见你的听的声，咱将这个诗歌当成做一个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同心祈祷，为着必听软弱教会的肢体来祈祷，求上帝赐着医治信心，伫软弱并听的肢体内面，也为咱未信的朋友厝内面的人，甲教会中未全家归主的家庭来祈祷。咱为这两项做伙来开嘴，听阮的天父上帝，我们从教会内面有必听有软弱有兄弟姊妹，搁一摆仰望伫你的手。主，你是拯救我的主，你是拯救每一人的上帝。愿你赐落恩典，而且有悲痛、软弱兄弟姊妹的心情，互因毋通失去信心。伫祈祷内面来倚靠主，来得到医治。主，我嘛将未归全家归主的兄弟姊妹的家庭仰望伫你的手。愿你将迄个二百里的恩典赏赐予每一个家庭，特别将阮身躯边未信主的厝内面的人，也是朋友。交托伫你的手，愿你将你的真理，将你的恩典来赏赐予因。咱的祈祷感恩拢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继续咱来看下面，就是咱要为着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来祈祷。第一项，咱要求主来怜悯咱台湾的疫情，会当早一天来受到控制，互咱百姓的生活会当恢复正常。特别为着咱最近足侪囡仔咧施打疫苗，咧注即个预防针，恳求主嘛将即个好的抵抗力授予互咱的细囝，互因伫遮注这预防针的时阵，拢会当适应，会当平安，又健康。第三项，咱嘛来求主看顾咱的兄弟姊妹伫疫情内面，互因会当伫工课、经济、健康、心灵拢无受到影响，伫主的保守内底得到平安。亲像咱拄则咧呼求上帝遐个名，上帝伊要保守咱，伫祈祷内面要成做咱的帮衬，咱做伙来为这三项来祈祷。上帝，我们恳求你来稳台湾台湾这块土地，恳求你保守台湾的疫情，早一天会当得到控制。主啊，互阮会当搁较济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互阮的生活甲经济每一个点因拢无受到影响，拢得到主你的保守。主啊，互阮看顾阮这细囝。环境内面，互因有健康的抵抗力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主使我兄弟姊妹伫疫情内面，因心灵嘛平安，我靠主来静听，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来，继续咱来为第五项来祈祷，咱来为着乌克兰甲一个俄罗斯的战争早去平线来祈祷，求主特别的恩典赏赐伫这两个国家内面，特别互咱。
袂当做啥物的时阵，咱就是替因祈祷，祈祷甲祈祷，相信上帝掌管伫即个战争内面，咱做伙开喙来为着这个国家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着这乌俄两个国家来献上祈祷。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平安的主，你是和平的主。恳求你使着稳定伫即两个国家内面，掌管的人会当有冷的心，愿意和平的心来看这所有的战争，早日平息，互百姓能够生活伫迄个家乡内底，愿主施恩赐福伫国家内面。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祈祷感恩。咱继续要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第一，咱为着咱的教会合一敬虔，咱的牧者。为咱的团队，为着咱的牧区的区长、小组长，甲团队有合一荣耀主诚做荣耀主的教会来祈祷。特别教会合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咱为着教会合一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伫属灵的使命，搁较追求打拼来为着主传福音。第三，伫疫情中，兄弟姊妹犹原保持热情来敬拜上帝。不管是伫实体，还是伫线顶，咱拢爱保守咱的心，来守这个安息日，互咱特别小组的聚会嘛，拢无松懈，咱拢专心来追求咱的主。伫疫情中，犹原无惊来跑走天路，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守上阮的教会是一个合一敬虔的教会，阮的教会诚做一个主欢喜。教会就赐福阮的牧者、阮的团队，特别阮的牧区的区长、小组长、团队，拢是被做伙荣耀主你的名的团队。每一个拢要互主使用，特别使着谦卑顺服、合一的灵伫阮的教会内面。主啊，互阮兄弟姊妹伫属灵的使命，搁较追求，互主欢喜，互阮每一个属灵的使命，会互主搁较提悬。主啊，伫疫情内面。无受兄弟姊妹的心无软弱，互阮犹原仰望主，仰望主，哈利路亚。继续咱来为第七项来祈祷，咱来为第七项祈祷，咱求着咱今仔日所有同工伫今仔日2场的服侍来祈祷，犹原要求主来赐落合一谦卑、彼此连结的服侍伫咱的教会内面，彼此合一谦卑。彼此连结是非常重要。咱为着咱今仔日的服侍，同工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求你赐了合一的服侍伫阮的教会内面，互阮彼此连结，彼此听彼此的声音，互阮每一个人谦卑，无看家己做牛。主，你就是阮的牧者，你就是阮的老师，你伫内面来带阮，互阮每一个服侍拢互主欢喜。主，阮每一个团队拢是属于主的，阮无啥物人是较牛的，阮要看无家己，我要仰望主，主你带领阮，伫今仔日的所有的服侍内面，拢要互主欢喜，主连结伫内面，互阮有警醒的心，互阮知影要安怎服侍教会、服侍人，互阮将阮今仔日兄弟姊妹所有的服侍仰望伫你的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第八项，咱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为着咱牧师今仔日2场的信息祈祷。祈求圣神引带赏赐属灵的口才甲恩果，予咱的谢牧师。同时帮助兄弟有较无谦卑的心来领受学习。今仔日嘛是圣餐礼拜，咱嘛搁用着搁较无的心来领受圣餐安尼恩典。咱做伙来为着咱今仔日牧师甲崇拜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我们将阮牧师今仔日2场所讨讲的信息，仰望伫你的手。愿主你的圣神来扶持伊，帮助伊，引带伊，互伊有新的眼光伫内面来教导阮，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有谦卑柔软的心来学习较无主你的真理。让阮今仔佫会当领受主你的圣餐，我们献上感谢。伫这个应节内面领受圣餐，互阮佫一摆清楚家己阮的身份，阮是上帝你的囝儿，是遮尔宝贵的位置。阮感谢你，感谢你，阮将所有的祈祷仰望伫你的手，祈祷感恩，奉上好你的名求，阿门。最后，请咱举起咱的手，做伙来为咱教会、为咱家己来宣告。
主耶稣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保护也含伫阮富强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产业顶面，求主差派天使伫阮四周围，去做属灵的围墙，保护阮、坚固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圣神引带阮富强教会，正做合一、彼此相听的教会。互阮看见家己的破晓，无让阮撒旦伫阮教会有任何攻击甲破坏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属天的喜乐、平安、健康，享受凡属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帮助阮热心敬拜，较无真理，正做你荣耀的器皿。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对你的圣所，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来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请咱大家起立，继续来敬拜，求主充满咱。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
到这咱来吟新圣诗135首。神的主，我的上帝，你是我的倚靠甲帮站，特别是这个疫情也有在四线的时，世情最的坎坷甲困境的时，主你永远是我的倚靠。当阮心神软弱，阮惊吓、戆影，在超找方向的时，主是你是我的帮站，你是我的溃烂。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甲堡垒。被我的上帝帮助阮，若伫困难中，阮牵条主搁较红。被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今仔日有一个好的天气，阮自己伫遮。由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无论伫实体也是线顶，阮大家拢同心伫你的面前，用敬虔、用恭敬谦卑的心。来领受你所赏赐的平安，你话语的滋养，以及阮每一个人伫你面前得到信心的鼓励。阮这个礼拜真侪芳芳的祭，互上帝你来接纳。主啊，阮这时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就是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34篇，诗篇第140篇。着亲近上帝，我一心要称赞上帝、上主。我的日子要拢唱歌称赞我的上帝。唔通倚靠君王，唔通倚靠会死的人，因袂当帮赞。因一个断开就归途，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
靠我国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愿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伊使食米互枵餓的人，上主解放受关押的人，上主互痴迷的骹齒，上主扶持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錫安啊，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要称称赞赞上主上主。这是按这位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伫疫情的期间，我犹原会当来到圣殿当中做伙来敬拜，无论是线顶还是实体的方式，拢会当感受到圣灵的同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伫艰难的时阵，阮需要真正的平安。全能的天父，阮知影人的一生总是会拄着真侪挑战甲试炼，有时阵阮的心内软弱，毋知影安怎面对甲处理。求你麻烦知影，阮需要完全相信主你的大能，阮只有按照你的旨意来行，迄才是真理的道路。我嘛爱继续学习，真实悔改，伫你的面前，完全将家己的心拍开，照主你的教示，努力活出美好的见证。主啊，我嘛特别为着教会小组长、服侍团队的小长来祈祷。伫即个时阵，教会甲小组的事工，需要偌大的信心甲智慧来推动，互小组长中一当工，牧者嘛会当透过事工，传达主你对世间人的疼，互需要福音的人会当感受到主你真实的同在。我嘛为着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来代祷，会当经历对主你来的疼甲医治。嘛为着今仔日夏牧师的讲道来祈祷，夏牧师的讲道的信息会当真正安慰阮的心，会当阮透过你的话语找到信仰的力量。嘛求你的圣灵会当来到阮今仔日的圣餐礼拜，求你帮助阮，互圣灵自由来运行，互每一个会友拢会当得到饱足的快乐，心内平安，互阮的生活充满了侪喜乐甲盼望。至关至大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会当提醒阮的眼光，帮助阮，毋是单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阮来学习的是完全来顺服你。主你的话语是阮生命当中一切的基础，求你真正来带领阮，行入你所祝福信仰的道路。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主求你临平安，主求你临平安，主求你临平安。这是咱来讲述上帝的话。以弗所书第3章第4节到19节，因为安尼，我归了，赐名号予天顶地下所有宗族的天父，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信心所赐的快乐，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踮伫恁的心内，互恁定军下地基日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
基督的疼是哪里啊长、宽、悬、深，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疼，互上帝完善，甲恁完全充满。第记载里约翰一书第2章20节，甲第3章24节。恁已经有领受神，恁拢知，遵守上帝甲伊命的人踮伫伊内面，伊嘛踮伫因内面。对上帝赐予咱的信心，咱知上帝踮伫咱内面。即时献诗，也因献诗，因你为我背破的饼。献诗线由牧师来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信灵引带，生命美好。各位姊妹，大家平安。真多谢圣歌队因用影音诗歌来带咱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咱的这个圣餐礼拜，实际照咱的祭期应该圣神降临就是顶主日啦吼。因为顶主日拄好有司马库斯的蔡牧师代表玉山西南院来请安，是讲咱慢一礼拜慢一礼拜。毋过圣神是随时甲咱伫地，所以伫任何的主日，只要咱的心甲主相结连，咱就共款要领受即个祝福吼。咱小等的要做伙来围围主的道，来三感领受圣餐。咱伫即个实体现场的兄弟，咱会当有教会准备好。咱是伫厝里伫线顶的兄弟，咱嘛会当安尼讲。时空无受影响啦，咱有缘伫厝里，你若有伫教会摕即个2合1的即个圣餐，咱当伫厝里做伙领受。若无摕教会，这嘛不要紧的咱伫厝里，咱家己准备一块饼，有一杯即个葡萄汁，安尼咱就会使等的，牧师招咱做伙，同时做伙领受祝福。因为圣餐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圣神通过圣餐来帮助咱坚定这个信心。所以咱今仔日有缘要用圣神
的这个主题，萨克来想一个真要紧，圣神安怎伫咱的生活中来引带咱、来陪伴咱、来指导咱，互咱过着一个更较美好的生命。咱先来做祈祷，才三角来学习。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享受这个美好的时间。阮伫遮三角组织，无论伫线顶也是伫实体，阮拢共一样的心要敬拜你，因为阮知你知影阮的内心，阮用脚步追求敬虔，主你就要伫阮心中来行神业，来感动，来做美好的工。愿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日主题叫做圣神引带，生命美好。这伫今日咱读的两段经文，真侪咱真重要的一个线索，也是讲一个指引啦，头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保罗先生写予以弗所教会，伊伫遮安尼讲，因为安尼，我跪落4命好互天顶地上所有创作的天父。保罗用一个虔诚的心，甲这个世上所有创作的父，就咱的上帝祈祷。伊要祈祷什么呢？祈祷讲，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快乐。上帝有丰富的荣耀，要安怎来赐予伊的百姓呢？讲是通过伊的圣神呐，圣神赐的快乐，讲互恁的心内在的人涌动起来。意思是，咱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但是要连接迄个快乐，就是上帝丰富通过圣神互咱。就亲像咱安尼爱充电，爱有电源，你一个手机也是一只电动车，你开遮久，久全无电去吼，你无阁转来甲即个电源相接，你较好的车都无效，袂振动，袂走嘛。较好的手机嘛无路用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譬喻啦。所以要得到快乐是对圣神来，因为迄个源头是丰富的上帝。17节讲，我嘛祈求基督，因为恁的信心踮伫恁的心内。互恁定落地基伫听，基督，因为恁的信踮伫恁的心内，所以你看见这个结论伫倒位呢？上帝要享受通过圣神来享受这个快乐，也毋过你爱有信啊！基督因为恁的信，你无信，好像有知就知，无一个连接的所在。迄个信就亲像你甲迄个电源插好。把迄个电泡互开，把迄个线接好好，是因为你的信，然后耶稣基督踮伫你的中间，互你有地基。这是一个基督徒上基础的信仰。这个信仰若无安尼来接纳，通过三位一体的上帝，咱好像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有迄个名号，但是无迄个事实啊，嘛无迄个得到迄个咱要讲的祝福，也是迄个快乐，拢无。所以当咱有这款圣神的快乐，耶稣基督的地基伫咱真正的时光，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我呢长看关心，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上帝完全甲恁充满，完全来充满。这有一句真有意思的话伊讲会当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呢？咱看下半句，伊讲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你要经验主的听用认知的、用文字的、用影像都无够啦。是上帝用伊奇妙的恩典、圣神进入到你的心内，去领受到迄个人的知识、人的财物，也是讲人的数据、人的科学所袂当理解迄个听，迄个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听来。这就是咱今仔日要小小过来分享，这个主的话安怎实现伫咱的生活中。第二段嘛是约翰一书的所在，有2段经节，伊咧甲咱讲，是安怎要通过圣神啦。
这是现代中文吼，这个文字，咱小等下来用台语来做伙搁学习一遍。现代中文伊的文字较完整，伊讲你已经受到圣的恩膏，圣的恩膏就是圣神的恩膏啦。圣神甲你膏抹，所以恁才会当认捌真理。现在社会有真侪人讲圣经我都定来咧读，嘛照教会的规矩呢吼，逐日拢读一段，读了都读懵读瞎，可真无啥物理解。请会记得这个所在，讲你是受圣的膏抹，有圣神甲你抹油，你对生命的理解，你对真理的认捌才会透彻。所以这是为何咱需要通过圣神的帮助。另外3章24节讲了更较完整，伊讲迄个遵探上帝命令的，就有上帝的生命，上帝也伫伊的生命内底遵探这个命令，才会当得到迄个生命。迄就亲像一只机器在运转，你爱照伊的迄个运转的迄个规则落去调整嘛。你爱互伊的迄个机器运转的顺利。咱人要安怎得到生命，是爱遵探上帝的命令。伊讲你要怎知影上帝命令上帝生命伫你内底咧，是透过圣神。所以咱倒转来即个主题。圣神就是咱生命的开力。咱拄则牧师分享的经节，咱搁来复习。咱用现代中文来，互咱看即个大纲啦吼。咱搁复习台语的。保罗伊的祈祷甲祝福，拄则咱读的以弗所书，伊开宗明义甲咱讲，生命的能力的源头，就是对上帝来。讲我祈求上帝照伊荣耀的丰富啦，丰富毋是敢若济尔，是荣耀。荣耀是讲迄个上美好的、无瑕疵的，无任何的迄个定点的吼，无任何的即个差错的，伊是荣耀的丰富。然后是物？照着圣神，主的开力有圣神甲你充满。赐予恁开力，然后你的生命就会勇壮起来。咱勇壮的生命是对遮来。台语的圣经安尼讲，祈求照伊丰盛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开力，互恁内在的人来勇壮起来。第二，就是讲透过信心来得到上帝的同在啦。保罗讲，我阁祈求基督照着恁的信心，带伫恁的心内，互恁伫伊的听中有根有基，照着恁的信心。所以迄个程度，也是讲迄个领受，也是认捌上帝的开力。迄个侦查伫你的信心。有的人做礼拜无咧欠息，但是信心真软只，对上帝的迄个信心足脆弱的。小可一点风吹草动毋知有效无？迄敢无路用我毋通拢是负面的话就对啦。迄差伫信心，即个信心才会当互你会伫听的中间有根基就对台语圣经安尼讲，我嘛祈求基督，因为恁的信，来踮伫恁心内，互恁定睛下地起嚟听。迄个听的源头，是因为你有信心，然后耶稣基督的恩典就伫你内面。当保罗先生的祝福，互咱领受到什么？呈现出这个好美好的生命的迄个情景啦，3章18、19、20讲，第一，咱能体会到基督的疼惜，遐尼长阔关心，体会啦，遐尼只会有人体会袂着。迄就亲像有个囡仔爸母疼命命照顾，安尼保守对细汉请养到大汉，但是伊就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伊感觉讲这个我就是妈宝天生爸母就爱甲我款的啦。伊根本无去体验到爸母的疼，安尼无采是大人的要挟嘛？但基督徒嘛是安尼，你是领受到信心、圣神的同在，就让体会到基督的疼，是长阔关心。搁一项拄则咱有讲起，
这个足重要的一个关键。基督徒会当超越出世间的知识，会当理解的，就是耶稣基督迄个疼，迄个疼，咱也会当用着保罗讲的话啦吼。伊讲吼，伫别人的中间看我是戆人是愚戆的，爱直直讲这啦。咱有去沾着迄个美好的滋味的人，你会感觉讲哇，遐尼啊好。别人讲哎哟，迄无加无用的，加落的吼。我有感觉到一项吼，我咧讲吼，顶礼拜咱毋是迄个蔡牧师来咱遮吼来分享嘛？因的教会住伫个1600-1700公尺的山顶吼。我有趣味看到讲，真侪人爱爬山啦，真侪人爱爬山。爬山哩偌麻烦的，你敢知？爱款遐个驾驶啊，遐个装备啦，搁配一个背包啦，迄专业的爱排几10公斤呢。爬一座山路吼，安尼3-4天、4-5天，有诶较长诶是7-8天。会当搭帐篷就足好啊！若无就苦啦吼，袂当洗身躯啦，食物件无方便啦。但是咱若好天咱台湾的山顶一大堆人伫遐咧行呢，你就会去想到这样事啦。你毋捌经验到爬山，看到山迄个水吼，你会讲这个人像戆人安尼吼，哎呀，那了钱咧吃苦安尼。咱教会迄中电遐足够白呢吼，少年时代是白月高手啊！你甲问看卖讲是安那你无缘无故走去山顶咧食苦咧？我感觉即款代志就是会当互去理解讲，当咱去理解到耶稣基督的疼吼，你无怨无悔，你会感觉讲我欢喜为主献一切，因为迄个疼是超过人的知识、人的价值观。人的判断，迄甲爬山同款，看到安尼规身躯，甲遮垃圾，你讲这个人咧戆人，但是有的人愈爬愈爱爬。迄爬时阵安尼嗨惨啊，讲艰苦要惨啊，喘甲骹酸甲，迄若要再莫来，毋过转去吼，无偌久讲惊过来安尼。遐尼姊妹，当你爱着这项事，别人看袂理解的时阵，你会感觉讲笑啦，你也袂甲伊辩嘛，因为讲毋知影甲你讲嘛无效吼。但是因为咱世间有真侪即款诶趣味的事，咱都会当安尼去感受着啊。何况去感受着耶稣基督，迄个疼，迄个疼是超过人的认知的，迄叫做超越知识所会当领悟的疼。上宝贵的是，会当完全互上帝完美所充满。咱是不足的人，对无？咱是有罪的人，咱是有欠缺的人，咱有人格上的迄个伤害，侪拢伫咱身上。但是当上帝完美互你的时阵，你会发觉到讲，我虽然软弱，但是上帝我勇壮。圣经真侪遮伟大的圣徒，你来看头前拢是拄着真侪坎坷。也是讲真侪软弱软弱，甚至倒闭啦、倒撇，也是讲拒绝啦。但是当圣神同在的时阵，伊的气力，伊所完成的是超过人所会当理解。这就是以弗所3章18、19、19讲，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是我尔啊长看关心，和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疼，和上帝完善，甲恁完全充满。所以，伫遮，咱搁一遍伫圣神降临节中间来体会到迄个领受圣神引出来的重要。兄弟姊妹，迄个关键，毋是在伫你信主偌久，你是几代基督徒。若要讲一个较直接的话，是讲你有互圣神带你无？你有圣神充满你无？你有军队圣神的脚步来无？安尼才会当界定你这个基督徒。是毋是有真正活伫恩典中，活伫基督的疼的中间，活伫上帝丰丰富富的疼中间？所以，伫约翰一书2段经节，互咱真侪学习。伊讲，恁已经领受迄个圣的恩膏，所以恁就拢认捌真理。
台语的圣经伫下面遮，伊讲你已经有领受圣神，你拢知，安尼是一个对咱的一种的肯定啦，吼。肯定的意思讲，恁若知影真理吼，是因为你有充满着圣神。啊，你嘛袂使安尼口头上讲啊，有我知，啊知就知无明白，啊是讲知无确实啦。啊，所以约翰律师的话意思讲，那换另外一面来讲是讲，你若要捌真理，你都要有圣神，吼。啊，无干那知识的无够，就像拄则讲，要知影知识上无法当理解完全耶稣基督的听。啊，你若要认捌真理，你都要有圣神同在，有圣神的充满。因为若无圣神，你的认捌是有缺陷的，也是讲无完全的。第二，约翰一书3章24节讲，遵趁上帝命令的，就有上帝的生命。要安怎知影呢？你讲我遵趁上帝，啊，就伊的命令，我就有这个生命。你要安怎知影？你要感受到就对啦。讲是通过圣神，是通过伊所赐的圣神，你才感受会到。譬如伊圣经安尼讲，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踮伫伊内面，伊嘛踮伫伊内面。哇，上帝伫你的内面吼，没有任何阻隔啦。哦，意思讲吼，畅通无阻哈。哇，足顺遂的。安怎讲？因为你对上帝赐予咱的圣神，知影上帝踮伫你内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伊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是因为圣神甲圣神。所以，你姊妹，伫今日这个圣神降临节的这个世纪中间，咱三甲来追求圣神印刷这个美好的生命。第一就是讲，有人拢定讲啊，长老教会以前较无咧强调圣神啊，事实咱的圣诗内面、圣经内面拢有，只是咱无去特别去明白圣神印刷的脚步。啊，咱就知，啊，毋过无领受。今仔日咱就是毋知，还阁有领受。头一个理解就是讲，圣神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吼，毋是一个额外的就对啦。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三位格就是圣神，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而且这是圣经明明甲咱来宣告的。耶稣应允讲要赐落，啊赐落佫是啊，咱来听候啦，来领受，毋是甲圣神摕来做工具，买落来毋就走，是你爱谦卑听候呢，谦卑领受呢。讲啊，圣神啊，我家己不足无够力，求你同在就对啦吼。啊，你才会当得到快乐。咱常识的2-3位圣经来印证这个事。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讲。我要对爸求，以为赐恁另外一个为助者，为助者就是圣神啦。还是讲咱以早啊，台语圣经是讲保惠师啊，吼，通甲你永远同在。伊赐你是要永远同在的，毋是吼来问导游的哦，吼，毋是来担一个啊安尼哦，啊喙焦啉一喙水的啊，是完全甲你伫地。约翰福音14章17节，伊讲伊是真理的神。世间人袂当接受的，因为因无看见伊啊。关键伫遮，咱的肉眼都看袂到咧，吼，啊毋捌伊嘛，无看见佫毋捌咧。毋过耶稣讲，毋过恁捌伊啦，恁捌圣神，因为伊甲恁同在，会继续伫恁内面。所以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一个伫疼的中间成长的囡仔，伊处处拢感觉到伊心真温暖、真丰富。啊，你外表看袂到，迄个疼要怎看？所以咱讲囡仔伫疼的中间成长，伊就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真有这个信心的、真有乐观的。基督徒同款。你领受这个圣神，你捌伊，是因为伊有甲你同在啦。所以对头到遮，拢讲着讲，毋是知识上的认捌。讲啊，上帝有几个三位一体，啊，我捌啊知你都
无见识经验着，所以请会记得圣神甲你同在，而且继续伫恁内面，同在搁继续。所以兄弟姊妹，咱对拄则读的经节，拢一直咧甲咱强调即个。所以耶稣则伫《使徒行传》1章第4节安尼讲：耶稣甲因做伙时，有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捌甲恁讲的，就听候爸应允。即阵耶稣告我了后，学生搁组织的即阵学生，耶稣甲因讲：安尼还无够，你赢子耶稣告我，你的信心得到啊，对毋对？你来搁得到开力，开力讲恁就爱毋通离开耶路撒冷，毋通离开的意思是讲，你来单单谦卑来领受，讲听候是讲，毋是照家己的气力讲啊，我要得到要摕啊要啥，是讲我安静听候圣神。所以第1章第8节咱识的经节吼，毋知咱读台语读会清楚，咱做伙来读即句来，预备来。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即早咱真熟的经节，还是讲是个圣神经典的经节。请会记你讲，圣神临到恁，咱就要得到开力。迄个开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对耶路撒冷一直到天边，恁拢有开力通做我的见证。那安尼，即个毋是凭你的意志，凭你的训练了，你要凭着圣神所予你的开力。所以兄弟姊妹，请咱大家有一个真大的确信，也是确悟，也是赢子圣神。什么款的态度呢？无论咱什么款处境，咱的背景如何，只要你若是属基督，圣神就要甲咱同在。意思是讲，我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接纳耶稣基督，伊为着我定时给死，流出宝血。那我简单讲，咱通过今仔日咱领受圣餐，这个圣餐就是要我确信我是属基督的。是你甲我拢同款，咱拢共领受一个圣餐，一个杯，一个饼。若是安尼，圣神就一直甲咱同在。你有这款的确信，你有这款的追求，你有这款的确悟。所以，上帝的灵就是圣神，互咱开力来坚固咱。咱也对圣经知影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在替咱祈祷。当圣神甲你同在的时阵，你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艰难，你行过什么款的路，人生的路是顺境逆境，还是偏差？因为你对圣神的这个仰望，圣神的同在，伊随时在甲你调整。你无地够厝落去怎爬袂起来？因为圣神咧为着咱祈祷，伊讲圣神明白咱的需求啦，因为了解咱。因为你定下甲圣神在约会嘛，咱用咱的话讲，定下甲圣神的约会，你拢甲你的困难讲出来，甲你的需要甲你的软弱讲出来，甲你的挣扎讲出来，甲你人生的担拢讲出来啊！圣神讲是我知，所以当一个人伊会活出美好的生命，毋是讲我一生拢看成不沾锅，也是讲咱讲像在病毒我拢袂着。世间无即款事啦，是咱面临着任何的征战、忧郁、艰难、跋倒、受伤、受鞭拍，互人气杀。因为圣神甲你伫地，你有能力恢复，有能力赢过。这才是咱基督徒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最后咱要学习讲，要来领受圣神的恩赐。第一，爱受圣神膏抹。就是用圣经来讲，爱有圣神的洗，有圣神的洗。因为咱知讲，耶稣基督伊一个上界重要来到世间的角色，伊是受膏抹的羊羔，对毋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儿，差遣来到世界，伊本身就是迄个受膏抹的
迄个源头，但是圣神要高化咱。原来是耶稣基督伊独一的独一的管理也好，伊独一的专利啦。但是耶稣听咱，讲我嘛要分享互恁。迄就是耶稣讲，我要找圣神临到恁。圣神若临到恁，恁就要得到快乐。所以有另外一种的迄个解说法，就是讲，耶稣基督伊是道成肉体，上帝完全的同在来到世间。但是当伊要上天以前，伊甲基督徒来分享讲，恁爱听候圣神。你既然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圣神要阁互咱，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膏物，耶稣基督的道成肉体，也要分享互遐个接纳耶稣基督、信主耶稣基督、领受圣神的人。耶稣伊道成肉体，咱每一个通过圣神，嘛同款要领受这个快乐，领受这个道成肉体。意思是讲，你凭什么有快乐通见证上帝的疼？有什么快乐通来为主来做工传福音呢？是因为你是一个小基督啦。小基督就是咱讲基督徒。伊的成分，也是讲伊的程度，就在于咱所讲，你的信心到什么所在？你有信心同在到什么程度？有人甲咱挂名的尔吼。挂名呢，那都一个记号啦，内底完全无嘛。所以一个活出耶稣基督款式的生命，伊是会经历过任何人生的波浪，任何人生的起起落落。无论是处伫丰盛，处伫逆境，是处伫欠缺，像保罗讲的，我实在在，我凡事拢徛在。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部分重要。所以，兄弟姊妹，咱爱迎接圣神的同在，甲引带。圣经有讲，你爱遵守上帝命令嘛。你一直用你家己做主，用你家己做自我，家己决定。这我袂法上帝讲无咧安尼啦。你若袂，就爱照我的来行。意思讲，当圣神伫你的心内，甲你引带的时阵，你毋是讲圣神我要做，迄毋好吼。你叫我做这，迄我无爱哦。你先用你的角度，家己咧做评分，是你爱完全的互主来引带，圣神的快乐甲你同在。所以你爱遵守上帝命令来生活。意思是讲，圣神毋是一个车野啦，像你的下骹手咧，互你车架，毋是哦。我有感觉就讲咱有时咱人就太自我拢用家己做主。圣神，我有需要的时就叫你来，若无需要照我家己的来做安尼。圣神毋是骷髅就对啦吼。我也想着讲最近电视定咧广告有无？广告讲我拢善豆豆软哥哥安尼啉一罐安尼精神饱足安尼。圣神毋是迄款提神饮料，毋是蛮牛，拜托的你是爱互圣神带毋是你需要咱叫伊来圣神就比你较少是你爱谦卑，甲家己摒空，互圣神来充满伫你心中迄个不足甲欠缺，心中迄个黑暗的所在、软弱的所在、软弱的所在，甚至是犯罪的所在。所以这个是一个足重要的态度，是爱尊叹圣神。所以呢，有一位牧师伊讲教咱在祈祷的时阵，比如讲我要做什么工课，我要开车，我要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伊就甲上帝祈祷，祈祷讲圣神我欢迎你，我迎接你，我接受你，求你甲我做伙工作。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互圣神甲咱带来做啦，毋是叫圣神替你做啥货啦。圣经有记载着，照着圣神的膏物，咱就有快乐来打败咱生命中的大汉人巨人歌利亚。咱拢知影，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拄着真大的危险，因为扫罗王面对着
非利士人遐尼强猛的武力，差不多安尼几乎拢要失败啊，伊无地走啊，感觉讲国家要亡吼，命在旦夕啦。迄个阵大毕，伊是大生伫伊的厝呢，撒母耳甲伊高抹，有圣神的油抹伫伊身上。一个少年囡仔是一个顾样的囡仔，也毋捌经历过世面的人，但是圣神甲伊同在的时阵，伊竟然会当拍赢这个非利士人的英雄歌利亚。这互咱一个真大的启示是甚物呢？大必是受膏抹，所以伊就气力来拍赢。这象征甚物？咱人咱的生命中拢会经历到无共款迄个巨人啊！你的财务，你的病痛，你人生的坎坷，还是生活中最多的困境，包括现在这个新冠疫情，拢是像一个巨人，安尼大军压境，互你走无路。但是走无中间，竟然是一个囡仔人，少年家，互圣神所膏抹，勇敢出战。现实话，咱拢需要这个圣神的膏抹。当你面临着人生任何的困境，可能牧师无法通知影逐个人，但是请会记得，较大的困境，嘛差不多是非利士人大军压境迄款困境。但是大必勇敢迎战，对峙这个大必伊气力赢过这个大汉人歌利亚。所以兄弟姊妹，最后咱要学习的是讲，你要互圣神充满。圣神充满的意思，毋是只敢若表现伫咱有真侪人参加特会对无？参加迄个有温哥的牧师，甲你祈祷啊，互你陪人安尼烧热起来甚至会水死准甚至倒伫涂骹。迄是一个外在外显的尔，互你证明讲有圣神伫咧。但是你圣神同在是，互你细水长流的呢，互你时时甲你同在的呢。所以圣神的充满是要领受到迄个完全的气力、完全的同在，结出圣神的果子，就是结出这个圣神的9种果子安尼。意思圣神充满，毋是一时一得。咱举办这个特会，唱歌唱啊足活力的唱了感觉心情足好的、足快乐的，一个出去哇，搁冷去啊！圣神的充满是要互你得到人生这9种圣神的果子。最后，我要请咱大家永远过来做伙读这段，加入太书5章22节，这9项的果子做伙来预备来。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愿咱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你面对着任何的挑战，总是有上帝的同在，有圣神的同在。你赢至圣神，毋是叫圣神催你做啥，是你要互圣神引带你做啥。愿咱大家，搁一遍，伫咱生活中常常讲圣神啊，叫你伫我内底，教示我、引带我、带领我、保守我，互我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活出上帝的疼，认捌真理，丰盛认捌主，这是咱基督徒上宝贵的礼物。我希望咱定定伫咱生活中去体验、去经验、去经历，是超过世间人的知识所袂当理解。这是牧师叫咱做一个祈祷，然后咱请长老准备心，咱要做领受这个救恩的记号、圣神同在的记号，参加来领受圣餐，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伫阮搁一遍来学习认捌圣神的时，阮知影圣神是上帝，是阮生命的气力，要赐阮美好的生命，毋是阮叫圣神做甚物。是甲圣神基督讲圣神啊，求你指导我，互我遵趁上帝的命令，互我经历着耶稣基督的疼，互我照你的旨意来生活，活出恩典，活出祝福，活出人生的胜利。
主，阮要三感领受圣餐，愿你阮通过圣餐来搁一遍见证上帝你的听甲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个咱备办心，咱嘛邀请线顶伫线顶的兄弟，你准备好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用饼甲葡萄汁准备好，咱要做伙领受圣餐。咱要来吟首圣诗，愿打自执甲主坐倒咱吟第一节甲第三节第一节甲第三节好，咱做伙来吟，一个吟。愿打自执。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在背，你圣洁信仰告诉，日愿心内最梦幻。甲阮同过这些炎夏，听的胜利大为团。搁一遍第三节，第三节。日多骄傲，无个捆绑，破坏人类的和平。当愿假日天赛行动，欢喜乐乐永无停。欢迎你姊妹，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于教会陪餐者，三甲领受主的圣餐。主耶稣讲：咬喙打翕毛衣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教示，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阮的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恩典的帮赞，会通真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感恩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又愿要用这个2合1的这个圣餐，咱大家摕到了后，咱先把迄个第一层的膜甲掰开，然后把饼摕出来，咱备办心，所有兄弟拢领受到了，咱做伙来享受，然后咱才过来掰第二层，就是果汁圣餐来做伙领受。咱只是请小会员三甲来服侍。咱人较边仔角的兄弟，咱较头前来摕，摕伫手中，咱先感谢主。这是救恩的记号，是一个人捌主完全的超过知识的恩典，是圣神同在的记号。感谢主。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迄个薄膜啊，足油哈，咱小可甲搅一个，互伊白，迄个透明的薄膜啊，甲扭开，把迄个细粒饼摕出来，安尼。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是摕到圣餐的时，甲主祈祷讲，主啊。伫你圣神通过这个圣餐，互我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疼，是长阔关心的。圣神的同在，互我全然成做主的学生，主圣神的高我，互我有气力赢过人生任何的挑战。这是基督徒上大的恩典，咱大家拢爱得到，拢爱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有无摕到的举一个手，啊，互同工知影你也未摕到，吼，免客气。咱先甲薄膜掰开，即个饼摕伫手中，家己来感谢上帝。现在即摆咱先甲薄膜啊掰开哈，啊来摕到即块饼，摕伫咱的手中。各位兄弟姊妹，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啊，咱甲口罩小可扭一个，咱摕来做伙来领受。感谢主。咱第二项，咱甲咧迄个铝箔纸，甲小可扭开扭一半，咱做伙要来领受主的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逐个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三合伫地，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阮培养灵魂真爱食面，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福的。主啊，阮做伙领受到圣经的真理，这个圣餐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救恩，也通过圣神的同在，互阮逐个人充满着耶稣基督的疼，认捌上帝的恩典，上帝踮伫阮内底，互阮因为圣神来认捌这项事，这是基督徒上宝贵的恩典，愿你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当阮心神软正，当阮弱智，当阮失败，当阮跋倒，当阮病痛的时阵，互阮勇敢宣告讲：圣神甲我伫地，我就拢无惊。主啊，将这款的恩典高我赏赐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伫线顶的兄弟姊妹，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感谢主，咱做伙领受圣餐，即时咱准备要请执事来收奉献。啊，牧师过一遍重复吼，咱每一遍圣餐的时阵有2种奉献，一种是咱平常时煮日的奉献，咱就毋免放伫炉仔内底。啊，咱特别为着圣餐来感恩，啊，所以你就若有奉献，准备你通放伫咱酒钵内底所业的迄个炉仔内底。安尼是为着要分别啦吼，煮日奉献，甲圣餐奉献。
咱圣财献金呢，就是要专门做来帮助艰苦的人，弱小的教会、福音的事工。你若有感动，会当分开2项奉献。若无方便嘛不要紧，即时咱请执事来收奉献。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准备来做感谢甲做报告。个报名，这名互你。会从请起恁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叫大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即是来做报告，伫报告进前，咱来读本月经句。伫周报的上尾以后，按做位会众做位来读。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把阮也永远伫达所在显明迄个对人物基督才有的气味。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即是来报告，按掀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是按的青年曙光的主日，按的主日是按的亚如传道，书会是。按邀请按提摩太牧区的青年，其他服侍当工，按来看这张表。另外，按的顶周的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这个部分，伫按的周报的第7页甲第2页遮，今日遮有出入的，嘛麻烦甲按的财务室的服侍当工来做一个翻译。按掀开按的。周报的第4页，伫机体交通的部分，再来做报告吼。按今仔日6月12号是按的圣餐礼拜，嘛邀请大家当做伙为着按教会事工，嘛为着按圣餐来特别来奉献。第二，按本主日嘛是总会有一个关怀亚洲的纪念主日，嘛继续关心按。亚洲地区的教会甲人民吼，会当互按教会合一甲宣教的即个部分，会当继续来关心。第三，今仔日下晡1:30，按会召开按的长职甲所长的联席会议吼，1:30，伫按的2楼的会议室，请按的中职甲按的服侍团队的所长会当准时来出席吼。第四，后礼拜6月19号是按的青年事工的主日，嘛请大家继续关心咱教会青少年事工，按提摩太牧区的发展吼，嘛感谢按的青少年会当做伙来服侍。第5点，6月26号下晡2点到5点吼，有邀请刘进展牧师来主持按一个
长职小组长的领袖培训的造就会。啊，这个部分咱本届领导端午节有一个领袖会啦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举办，啊用这个培训的造就会来做一个邀请吼，啊大家请牧师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第一，因为疫情吼，咱有几点的迄个防疫措施，啊当然嘛，希望咱的会友会当疫苗。打3剂的疫苗啦吼，啊，另外就是伫教会的话事工，因为疫情暂停吼，咱遮嘛继续来关心大道，啊，为会友确诊感染吼，啊嘛继续为因的身体健康来大道吼。啊，另外咱来因为真侪人伫线顶来做礼拜吼，所以咱奉献的这个部分，嘛欢迎大家当用转账还是信用卡这个部分来做奉献。为着教会事工继续来关心吼。第七，咱的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课程哦，咱第3期理财有道有3位咱的会友吼，杨宗和弟兄吼，黄丽蓉姐妹甲宋美贤姐妹吼3位有完成咱的受训，啊，今仔日有颁发咱的结业证书吼。啊，另外，咱的理财有道的第4期甲经营有道的第2期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我们暂时先顺延，啊，等讲师遐看时间，安尼继续伫周报再来做一个宣传吼，请大家继续关心。第8项，咱的哀伤陪伴甲离婚关怀事工的消息的部分吼，拜1甲拜3是咱的哀伤陪伴的。第13周的课程吼，拜4下暗8点是咱的离婚关怀第13周的线上课程。按周报顶面拢有阮的 QR code 吼，直接扫阮的 QR code， 这样直接伫线上上课吼。第9点是一个好消息吼，咱的本会终结执事甲秀霞姐妹因的大安后生吼，李建宏弟兄甲严丽红姐妹吼，定伫7月3號，以咱的教会的举办婚礼吼，下晡2點，那下暗5點半，伫规定一个来归仁饭店的举行咱的婚宴吼，请若有意愿参加的，伫咱的1樓的公報那遐做一个登記吼，真恭喜咱的總結執事咱的秀霞姐吼。第10，咱的音樂班。目前嘛是因为疫情暂时暂停啦吼，咱会当继续来关心。第11点，有个别是的消息吼，咱的本会吴金燕姐妹吼，吃饱小组的姊妹，伊的父亲吼吴景义先生，伫6月1號安歇主怀吼，因伫6月14號，伫新竹厝林。举办告别式吼，为着因的家庭来关心甲带到吼。第2，咱的基甸牧区苏玉琪姐妹爸爸吼，苏传怀先生，伫6月4號安息主怀吼，因伫6月13號伫台北会举办告别式吼，继续为这2个家庭来关心带到。再说，请牧师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多谢牧师来做。补充吼，第一是咱做几项消息的补充，第2是咱有要做介绍，第3咱接要来颁发这个理财有道的证书哈。但先我补充的就是讲，咱今仔日照常有开中级会，因为咱即嘛无爱心午餐啦所以比如讲第2个礼拜线呢，有诶可能参加线顶的中级要来参加，时间无法当按算，所以若有参加。伫楼伫遮做礼拜食便当，咱伫3樓有其他参加线頂但是要来開會，咱就點半來，準時來開。因為即個中間有點彈性咱小會員先禮拜線先到2樓，伊是講同步啦，中級伫3樓食便當休困，咱小會員先食便當，順則開會有一個會先開安尼。咱點半咱集合伫3樓，做伙來開中級會甲即係首長的會議請大家別擔心。第2呢，就是
拄则有报告着讲，咱6月26，吼，就是过2礼拜后的主日下晡2点到5点，咱要举办一个中级小组长团契会长，搁咱的即个服侍同工或者的首长，包括咱小会员有特别邀请，即个同工要来做一个造就会。这有点仔算替代啦，吼，咱本来是端午节吼。在年中的灵修会，咱在领袖的要去真福山，但是咱都疫情唔敢去，咱想讲用这个来代替。咱拄好2礼拜前有邀请到这个老牧师来甲咱勉励吼。特别讲起到咱的教会，甲咱真学乐啦。但是咱爱阁需要阁较装备的，就是这3方面：门徒训练，过来就是安怎牧养，第三就是讲安那传福音，这3项吼。真宝贵啦吼，咱家己拢有咧训练，但是若有一个较专门这方面的牧者，来甲咱栽培，会当更较好。所以请咱遮的同工吼，你有这名单内底吼，咱准备好，咱伫月尾月底，这个6月26，这个主日中间，咱下晡的时间来分别做成交。奉献到上帝吼，咱做伙来通过老牧师来甲咱栽培、甲咱训练、甲咱鼓励吼、甲咱造就，互咱富强教会，咱准备要迎接疫情若过，教会足侪事工爱重新开始，求主互咱即款的信心栽培吼。另外，咱拄则有报告着讲咱的即个总结执事的公主要结婚啦吼，我知影讲，因为咱参加实体的人较无遐济嘛吼。那假使你有想要参加即个喜宴的，你人无伫遮袂当签名嘛吼，请你主动用来甲咱的总结执事报名吼，也是甲咱的干事报名，讲我都要参加，安尼吼总结执事较紧，因后过来即礼拜就要结束啊吼，后礼拜就要完即个截止啊，咱互伊统计即个名单啦吼，咱求主保守。当然。上重要就是咱继续祈祷吼，咱台南的疫情吼，改成拢逐工拢6、7千吼，改成还袂落来。有真侪人吼，得都感谢主，像咧感冒就好啊，会变到遐安心咧吼。有真侪人还袂得会烦恼，要去创啥拢惊啦。咱真正为着这个事祈祷，逐个人我靠主，咱有平安吼。无论感染着，咱就好好休困。特别咱为着长辈，为着这个细囝，因为伊咧。抵抗力较无好，也是讲无注疫苗，求主来保守大家，拢平安来经过一个。曙光快来了，黑暗的隧道要看见光明啊！毋过这段时间咱都要好好备办心吼，求主互咱有一款的平安甲快乐。咱伫拜三吼，进前的拜三咱教会博勋弟兄的妈妈金菊姐。安息主怀，咱教会兄弟姊妹有特别去甲参加唱慰诗吼。今日呢，咱博勋玉芳夫妇甲因2个囡仔吼，燕荣甲怡安，搁有博勋的小弟吼，伊拢特别来到会场，甲大家说多谢。咱请伊徛起来，甲大家点个头就可以吼。好，大家继续为着博勋的家庭来祈祷吼。好，感谢吼，伊的小弟也伫遮吼。好，感谢主吼。咱为着这个家庭祈祷。我知影讲金菊姐吼，拄牧师转来到咱富强2018年受洗，过无偌久，身躯就有病痛。当时呢，感谢主，伊伫这段时间有真侪人关心，有真侪教会甲关心，互伊伫信仰上继续面对着这个病痛。上帝怜悯，互伊安尼煞世间的劳苦吼。咱继续为着博勋弟兄全家伊的家族祈祷，求上帝继续。有美好的信仰，继续用情来迈进吼。下面我要请咱的这个会期执事来报告这个理财有道颁奖的名单啦吼。请这个学员来出来头前，要来领这个证书吼。好，大家平安。平安。这期第3期的理财有道吼，咱总共有12位学员来参加，伫咱教会有3位摕到这期的证书。我邀请恁出来来做伙，拜托牧师来替咱颁奖。先线伫这个时间，咱嘛甲大家来做一个招生。咱第4期的理财有道和第2期的经营有道吼，会伫这届的疫情高峰过去了后，咱一定毋茫会当顺序来开来开课。
好。啊，所以咱会当有兴趣的人会当来对咱的办公室这边来做这个报名。啊，来，第一位是杨中和执事，第二位是黄丽蓉老师，第三位是宋美贤。那于美贤伊伫另外教会主会，所以拜托妈妈。哦，妈妈来代表。来，啊，这证书真水哦，吼。来，杨姐，来，咱请做迄张相来做记号。伊这有一个协会哦，咱正式颁奖会遐足慎重哦。来，看头前。好，多谢咱拍无啊鼓励吼，鼓励咱大家报名来参加吼，会当有真好的学习吼。啊，咱来请师会来结束。上云，请会众起立，按来唱上云的诗歌，388首，荣光归信父上帝。上云说请牧师来做导。荣光归信父上帝，荣光圣行，诚信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当心来领受上帝对天顶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内助，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默祷来闭会。第一场的礼拜先结束，按离开之前，嘛，咱隔壁的兄弟姊妹，都一届请安问好吼，希望大家拢平安。